查督撐第5套全本兒童粵劇係施工出馬，由馬萬霞老師原創，邀請到何孟良老師加入傳統排場，劇情緊扣現今小朋友嘅生活狀況。劇中3名小朋友日日埋頭打機，正在挑戰遊戲大鬧天宮。當佢哋成功打爆機，完成升級，竟然穿越到天庭同天兵天將交手。大震後受罰穿越回古代，任務係尋找我之本、家之本、國之本3個錦囊，從中學習，重新認識傳統文化。喺古代嘅生活體驗入面，小朋友慢慢明白毛筆、筷子等日常物件承載嘅文化底蘊。最後佢哋悟得錦囊嘅含義：我之本識文化，家之本愛親人，國之本你我他。全劇以主題曲《好孩兒》作結。查督撐嘅兒童粵劇扎根生活，好多家長睇完都感嘆，劇中沉迷電子遊戲嘅情景，正正係自家小朋友嘅寫照啊！查督撐將於今年2026年9月19同埋20日喺香港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。點解大風尚？到時記得嚟支持小朋友啦！我係長大咗嘅查督撐小朋友天雅，到時見。